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祷告，因为我们神是配得称颂赞美，就是掌管万有、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主。好，我们一起开口，我们来赞美，我们来感谢，我们求神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有实体的聚会，一同聚集在这边。我们是多么有福！我们看见全世界好多的国家，他们没有办法用实体的聚会也疫情有时会忽然我们恳求主施恩怜悯，看顾这块土地百姓，求你怜悯，让我们依然警醒祷告，来到你的面前。造天造地、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来赞美，是多么有福！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疫情越趋严重，但是你伸的手一直在护卫着台湾。也保守看顾我们，有警醒的心，随时祷告、祈求、感谢，为这个国家、为这块土地，我们献上感谢、祈求。愿你来看顾，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的恩典知道你够用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趁着还可以寻求你，抓住永恒应许的时候，我们快跑来跟随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也要为着国家、为着城市的来祷告、来祝福。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我们开口来祝福，来祷告，特别为这地的百姓这个国家城市。我们知道在前几天前李登辉总统他蒙主恩召。我记得在他的官邸跟他有这样的一个谈话的时候，他在90岁的生日到翠山庄，他谈到就是说，他一个名言就是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用台语讲，我现在不是我的我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我。那他碰到一些的困难危机的时候，他说他们夫妇2个人就跪下来，在床边祷告寻求神。他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让我们总统文武百官知道敬畏这位神，只有抓住他，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让我们面对台海的危机，面对疫情，面对整个经济，我们恳求主给这些主管机关，给这些拟定政策人，他们所拟出的政策是有利于这块土地，让百姓能够蒙福。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这块土地，祝福这地的百姓，让这地成为喜乐之地，这百姓成为什么蒙福的百姓。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主你的圣灵来运行充满，捆绑一切在台湾上空的黑暗权势、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辖制。愿你除去一切的拦阻，除去我们心中的怕子，遮盖我们心，使我们不能够明白主的心意的这一些的障碍，都能
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国家。过去可能我们会因为国家面临很多的挑战，内忧外患，我们可能心有抱怨。但面对整个全球的疫情，我们真的看见神你施恩的手一直在护卫着台湾，也让执政掌权的或者是在野的能够同心合意，能够为这块土地、为这地的百姓来谋求福利。让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让他们所拟定的政策是使这百姓蒙福的政策。愿你来赐福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也能够让你的恩典遍及台湾全地。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也为着我们的需要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主上帝垂听义人的祷告。谁是可以成为义人？就是让耶稣代替你的罪，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所以神的羔羊除去人的罪，我们因信心可以成为称义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义人，祷告蒙神垂听，在你的身心灵、你的感情、婚姻、产业。在上个礼拜五，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分享她如何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本来是有肿瘤，但是神却医治她。她很渴望有从上帝来的产业、孩子，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怀孕，又面临这样的好像是卵巢，或是我们就是在肚腹里面的肿瘤。那透过这样的祷告，神奇妙的医治她，然后也是给她有这样的产业现在已经有3个多月了。感谢主神是垂听人祷告的。也在我们工作事业上，我们的孩子的课业还有就是我们跟人、跟家人的相处、跟同事，我们恳求神可能你会一直觉得，我常常祷告、努力祷告，为何没有得着这样的一个回应呢？我们要检查的是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正确，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就好像保罗、希拉他们在祷告、在困境当中，他们先开口来赞美神，就为他们开一条路。如果你在这几方面你有需要教会同工为你来祝福，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或者是你坐着，手按在需要被祝福的这些的器官上面，奉主的名来祝福，或者你代替这些家人，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你是主，你是我们神，我们奉你名一起来宣告。主，你说叫我们来亲近你，劳苦重担就要卸下。你叫我们来渴慕你、亲近你，你就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能够一同敬拜、聚集、祷告、赞美你的赞美的大能，就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你的子民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医治，经历到你的供应，经历到你的带领，经历到你的赐福。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是垂听义人祷告的神，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我们身心灵，我们需要全人的整全，但是因为灵没有跟你有连结，我们的魂、思想、情感、意志就会受到搅扰，受到捆绑，以致我们身体就受到亏损。愿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伸出你怜悯的手医治；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求你打开你天上的府库，倾福下来，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你是那位耶和华以勒赐福我们、供应足够的神，也
帮助我们，因为敬畏你是得着智慧的管道源头。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来敬拜你，我们就能够成为蒙恩的子女。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我们最后为了主日来守望来祷告，主的话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更多的人祷告，神的大能就充满。我们为了个人能够悔改灵命，能够跟神有美好的管道交通。我们在今天也提前庆祝父亲节，我们恳求主来赐给我们每一位父亲在外面在工作有足够的体力，我们在家里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带给全家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家长，或者是我们跟人之间有美好的这样关系。那我们恳求主也帮助这些亲子的户外礼拜大概现在在集合我们有3台游览车，大概120几个，包括童工年轻人、志工他们会到奇迹咖啡，然后到这个机器人工厂在那边有一些家长也有参与，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夏令营会后的同学会连结我们看有一些的家长也报名参加，这一些都是上帝祝福给这一些社区弟兄姐妹的管道，所以我们为他们出入平安孩子在那边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领受。我们也为了松联大学，因为过去1学期我们就停止，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们恳求主在9月7号，我们新的学期的开学，我们有应任新的老师求上帝也透过这一些的老师的带领让我们社区的这些来参加松联大学的社区居民，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管道能够认识主。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你的祝福越多，教会就能够祝福更多这些社区的百姓。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你透过教会让这样私人的管道能够祝福我们城市的百姓，让我们百姓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认识真理、认识上帝的恩典的这样百姓，让你的神是我通过教会这个社区的百姓能够知道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祷告靠耶稣的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呼召我们起来祷告守望，为这城市国家，为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为这社区的居民来守望祷告。愿你的灵降临，让他们的心能够回应，能够渴慕你的真理。因为主，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借着教会的社区服事让这些百姓能够有机会认识你、敬畏你，成为蒙恩的子女。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神，全心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主你的恩，全心颂赞献上为
谢，全心的赞美，让我们进入神的院，就开启我们的口，让我们来赞美那看顾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神。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已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颂扬你名，在你的守约人生活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无虑，一人反对万不胜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要颂扬你名，在你的守约人生活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离，一人分律万不胜永不息。一人同理，一人风雨，万不胜永不息。一人同理，一人风雨，万不胜永不息。我们继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的众水涌流，永活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次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的声音，让敬拜众神水涌流，有众水涌流，永活的主题在这里。你是起初的，你是起初的，我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力量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是昔在今在的主，
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是祝福我们的神，你赐福给我们健康，你赐福给我们的喜乐，你也赐福供应我们日常的所需所用。主，我们为这一切，为着我们身边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向你来献上赞美，向你来献上感谢。主，你是我们的神，你看顾我们。主，你是我们的神，你命定我们，你也要照做我们。主，我们应当要按着你的心意来行，我们应当要按着你对我们的教导来做，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人的榜样，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那忠实的跟随者。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让我们能够跟神你合而为一。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谦卑，让我们能够更爱神，更爱人。谢谢主，我们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合而为一，凡事谦虚，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教导我们来对自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灵保惠师护卫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偏离主的道的
圣灵上帝，我们恳求你，你的灵来感动，你的灵运行充满，你的圣灵来除去我们心中心眼的帕子，好叫我们看见你的真理，就看见你的应许，看见你的应许，就渴慕你的应许，渴慕你的同在。主，我们真的是渴望你随时同在，你一直带领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在顺境逆境，你的灵都感动充满，陪伴着我们，好叫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所做所思所想，让我们都能够讨神的喜悦。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邀请你在这边掌权作王。每一次的敬拜赞美，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谢谢主，进入敬拜，进入你的话，进入聆听你的真道，求你安静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我的监听可以再大声一点。我们看周报消息。我们在9月6号，就是会举行今年度的第5次圣礼典。如果你要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8月23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在55周年的活动我们有一起飞舞，舞动人生老照片诉说故事。我们如果有资深的会友你可能家中会有一些很珍藏的在参与教会服事或者是一些的活动的照片你可以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一张纸那可以贴上照片，然后诉说这些故事照片的内容然后交给我们的教育部的同工，我们会来一起整理回顾过去，然后我们也向着未来，我们一同来张望未来。所以弟兄姐妹，把你家中可能珍藏许久这些有故事有亮点的照片，把它挖出来，我们一同来回忆。我们下主日1点，我们下主日1点会召开筹备会请各位筹备的同工准时来参加。等一下我们会再庆祝这个父亲节，送给我们父亲礼物我们先看其他的这些的消息。那上午8点半，我们的儿童牧区会到奇迹咖啡举行户外的阿卡贝礼拜暨夏令营的同学会。预计下午4点半抵达教会。那未参加活动的这些家长那我们就还有这孩子，我们就带他们一起参加礼拜。我们夏令营的营服，今年的营服义卖义卖你如果看得喜欢，你就可以到1楼的柜台那边登记你自己的尺寸，每一件是250块我们可以在楼下来登记。那我们假日的潜能开发假日班第4期我们在8月9号到27号到9月27号会举行这个是给社区的孩童参加的这个潜能开发假日班，已经到了第4期了那我们如果邻居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有需要，我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消息的其他的消息我们就自己来看
来庆祝这些父亲在爸爸节快乐，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位父亲身心灵健壮我们请当爸爸的站立起来好吗？请我们站立起来。谢谢。来点音乐吧。这个蛮实用的，你拿到就可以坐下，蛮实用的，穿在我们脚上。愿我们都走在上帝恩典的道路。这是三花的，还不错穿了就是三花，就是让你有钱花有时间花有生命花这样愿上帝来赐福我们。你穿在脚上，你就纪念上帝的恩典好，我们来庆祝就8月8月的寿星。如果你是8月的寿星，请你站立起来，我们要为你唱生日快乐歌。来，有没有8月的？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拍手来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让我们庆祝生日的时候，我们帮助我们想起生命是从你而来，你从我们鼻孔吹一口生命的气息，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思想魂的这样的一个意念，让我们能够随时跟主连结，你那赐福的源头不断的倾福下来，帮助我们随时感恩，随时祈求信靠。信的人就有神机骑士随着他们。愿主来赐福这些弟兄姐妹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请坐。另外我们有习食的部分下面有那个玉米罐玉米罐我们可以到楼下领取有1人1罐这样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到楼下的柜台那边来领取，免费的领取这样好，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2篇来。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使徒行传18章9到10节再一次。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使徒行传18章9到10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感恩的心来祷告。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
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但是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但是感恩。丰富的恩典让我们一无所欠缺，也感谢你对我们每个人在工作、课业和家庭上的看顾。再来这个礼拜是父亲节，有许多的兄姐和他的家人会出游，求主你保守每个人出入平安。今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才能，求主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们。我们坐下之前，彼此来祝说：上帝的话语引导你进入恩典。上帝的话语引导你进入恩典。上帝的话语引导我们进入他神圣的恩典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来翻开《使徒行传》18章。《使徒行传》18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17节。我们看一下我们左右邻居有没有圣经，可以翻到了跟他分享。《使徒行传》18章，我们要从第1节来读到第17节。如果你翻到了你可以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诵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这事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革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亲近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抗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和我无关。从今以后，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犹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
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会堂，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爱同工是爱与人，或者是与神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来帮助我们，除去心中一些遮蔽我们心眼的帕子，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让我们的灵可以渴慕领受，让你的真理的道成为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在无论是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依然能够信仰坚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直读了《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在信仰上面如何在面对不同样的挑战的时候，人的辱骂或者是甚至要威胁他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们依然还可以站立得住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领了3倍券了教会已经有收到3倍券的奉献了3倍券可以奉献的那有人还没有领吗？都领了100%中了啦，对不对那有没有人领那个什么易放券？有没有听过？这是文化部有得到吗？有吗？有的举手。哇，你们很幸运还有什么动资券？有没有？有申请吗？有啊。你们都知道，我只知道但是我没有去申请，所以100%没有中还有呢，农游券，你弄下宰康呀，这个听说是96%的中签率了那动资券好像是66好像是60几%这样那还有客庄券有没有？有一些人真的很近我只有领3倍券的，其他人知道，但是没有动作，没有动作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没有几率去中那有网友就在这个网上就有这样的留言说：哎呀，我是万中选一那个没中的虽然有几率是96%或者是60几，或是几%这样有一些人全家就这样就上网去登记结果一样共估了就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没有那个偏财运，这些网友在这个下面讲说没有那个偏财运我们没有得到31亿多的那个偏财运那我们都想渴望，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幸运或者说我们碰到一些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得着那我们过去知道唐凤这个委员他被赞赏，对不对但是这一次网友就留言说什么劝什么劝搞得大家天翻地覆，然后你要出来道歉这样唐凤也是很无辜他可能如果知道，他会举手，我真的多做多错吗？少做少错吗？那我干脆不做。如果在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说，如果你不做，神给你1000，你都不做，然后埋在地里，这个错不错？错不是不错错即使你领2000或者是5000，你可能在应用当中失利了，但主人至少说你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尝试。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一样
你看他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到比西底安提阿，到以哥念，到任何的地方哦，他越做越错，但是越勇哦。一群犹太人黏着他不放，就是要骂他、攻击他，甚至要他的命哦。不知道有多恨他，为什么哦？因为他所传的福音可能影响到这个我们所说的黑暗权势的，或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权势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就影响到他的营垒这样哦。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可能他说我爱同工，但是为什么会他们那么爱同工，就是攻击我哦？那我们一直在看下去的时候，就会想不透说，为什么这一群人黏着他不放哦？他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就攻击到哪里哦。透过今天的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唤起说，如果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碰到好像别人一直在攻击你，家人不相信哦，可能不了解你所信的这个福音，他们可能站在好像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这些的偶像，然后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甚至辩论哦，在整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的攻击等等这些哦。那你面对可能到家人，你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对你不客气，甚至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言语在刺激你，或者是骂你这样可能骂你不孝啦，你背主啦怎样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困境第二个，我们看到透过他与主同工，我们看到保罗他有软弱的时候，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因为有这些教会的同工起来，然后为他祷告守望，然后他知道与主的同工，特别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透过异象来鼓励他，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让他能够突破逆境，能够进入困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他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有多么就是为了这一些的骨肉至亲他愿意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但是所回收的是好多好多这些的攻击你看，一方面他要传福音，然后一方面要为了自己的生活来生计来养活自己那记得牧师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妈妈就很清楚告诉我说，家里没有办法很有多的金钱来帮助你，但是你要祷告如果你要走这一条路，你要想清楚那我们家不是很有钱那教会那时候也是比较小的我们在仁美教会可能不像我们教会说，如果我们要去读神学院，我们有宣教基金可以怎样提供学费跟杂费现在读神学院也不便宜特别我们要全时间的在那边那怎么样去过活？是跟家里要钱吗？那或者是自己要想办法。所以我年轻的时候18岁我就到台神，然后呢就还没有开学，我就去找教会里面的这个家教然后呢在学习中因为不能只靠刚开始只有见习到教会是没有实习金的所以你要想办法。那就在学校有图书馆就攻读，那攻读有攻读金，1个小时多少那攻读什么项目呢？就是人家借书完之后会摆在书车，那我们就会把书车的按照条码，按照那个编号，你就是要把它摆回去这样所以用这样的攻读然后另外就是有暑假的时候因为教会没有全时间，只有周六周日，所以有机会同学介绍就是怎样有一位弟兄他是专门这样收垃圾啦，就是说你家里你不用拿到可能公寓几楼，你不用拿到这个垃圾车那边去等就你一
个月缴了200-300，就有人去你楼上把垃圾收下来，然后有时候要洗楼梯，哇，这个牧师都做过了哈。那另外就是在学校开福利社，做经理这样还要去订货搬货为了就是提供给这些学校的比较弱势的这些同学有打工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当学生会的服务部长就提出这样建议那时候又开始会做生意1人1股1万但是我们也会回馈给学校提供给这些学生不用冒着危险下山到士林或者是去这些商店出门，因为那条路也蛮危险的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一直到现在神都没有给我们缺乏。所以只要你肯做，你知道吗？只要你肯做，然后来当然教会就有实习金这样那就很少跟家里拿钱那感谢主，就一方面我们要做这样的事工，一方面如果靠你的能力，其实都可以了那真的在台湾要活很容易如果你愿意，你靠着劳力都可以赚取所以有时候我听见一些人，他们好吃懒做只要牧师给我多少我说你喝卡喝去，你可以去赚，拿个那个牌子一天有多少？800所以有位姐妹她就这样，然后自己站立起来所以我们帮助这些社区的这些的姐妹弟兄，他们可以站立起来自养好，保罗他也是一样他来到了哥林多，他离开雅典之后，他来到哥林多，那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问题，他还是一边传福音一边做什么？制作帐篷。好，刚好来到这边碰到这位基拉跟百基拉这一对夫妇原来他们在格老丢，就是克劳地这位罗马皇帝在他在位的时候，因为在罗马发生了有人传那个基列士都这样的一个福音，其实应该是传基督啦因为这样福音有人传进去，然后带来的一些的骚动，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骚动引起皇帝的不满，所以就把所有的犹太人把他们赶走，你们就离开罗马。所以这对夫妇他们要选择一个可以生意有商机的地方他们就来到了哥林多的地方。那保罗，我们看从第3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保罗跟他们一同做帐篷这样的一个行业，跟他们是同业那保罗不是只有受这些法利赛门派的一些的拉比的训练而已他还可能从小跟着父亲或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这样的一个手艺，所以以后可以靠着这样来养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一边传福音，一边也靠这样的一个手工艺来养活自己那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做工这是在当初可能早期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资源不是很多的时候可能要靠着这样。我知道有一些原住民的同工他们可能谢礼不是很多，没有办法供给他们在家庭的开销，所以他们平时他们就要去种田、种水果等等，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才到教会来做这样的服事那早期可能资源就比较少，不像现在可能环境资源都比较充足。那保罗在当时候其实那种新兴的宗教起来，其实资源也是有限所以他要靠着自己，所以面对生活，他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那他来到哥林多，哥林多是亚该亚的首府那这个图片是哥林多现在的一些的遗迹。那他大概人口25万那人种非常复杂有安置这些退伍的军人在这边会来这边养生。另外呢，有一些恢复自由的奴隶，他们也会来到这边找看有没有赚钱的机会但是在这个城里面还有山顶上有这个庙，然后叫
阿弗罗代这个女神，相当于女神维纳斯这样的一个。那我们知道过去的宗教可能跟性有一些的连结，所以听过神女啊，或是庙姬这样那他们在这个庙里面就有1000多位的这个庙的姬女这样他们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结合，可以带给他们有这样的祝福。所以在哥林多来讲，当地的这些的情欲放纵是非常的厉害的严重好，那这一些朝圣的人或者是崇拜的人，也会带来一些的商机。另外呢，他在他有一个地方地峡他每年我们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嘛，对不对？很熟悉，在每4年会举行一次。那在哥林多，它有一种叫做伊苏米亚，就是地峡运动会仅次于奥林匹克，所以它2年一次，就会透过这样运动会把人潮带进来，人潮参与的人或者是这一些旅游的人就进来，就会带来一些的商机。那来旅游就有住宿的问题嘛，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哥林多是一个海港，所以它有这样的运河，所以当大船来，小船把这些货物就拖上岸然后在那边运补等等这一些，所以会带来这些商人、旅游的人，或者是参与运动会、观光的等等。所以人潮进来要住哪里？当时候就会住什么？住这样活动式的帐篷，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基拉、百基拉他们夫妇来到这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看到这边的商机，然后来保罗也来，所以他们一同有这样的一个同工。好，所以他们透过这样的运动会或者是这些人潮的需要、旅游的需要，他们就制作帐篷然后他们一起同工。过去可能我们想说同行会怎么相济，但是他在主里同行可以惺惺相惜，可以一起合作保罗就住他的家就透过这个家庭也开放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成为一个祝福人时能够听到正的地方。所以看到这边我们看到很辛苦，当时候的环境他一方面可能传福音会有生计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那保罗他这样一面传福音一面工作但是他有开阔的心胸跟爱，他对这些教会来讲提醒他们如果那些劳苦的传道人，他们是全时间的服侍你们要有足够的供应供给他们，就好像教会供给给牧者因为我们全时间嘛，24小时在做服侍，那就会在经济上有这样的一个不会让传道人有这样的一个担忧这样那保罗他自己没有这样得着，但是呢他却告诉他所开拓的教会说，你们要有供给给这些传道人有足够的需要。这个是第一个经济上、生计上的他的困境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受到外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犹太人刚才已经讲了，从安提阿开始一直到比西提安提阿。然后我们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的14章，我们记得他在以哥念有人要用石头打他，他赶快跑。然后到了路斯德他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然后被奉为神，宙斯庙的这些祭司来，对不对？来要献祭他们就撕裂衣服说：“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人。你们要敬拜，因为这是造天造地这位主啊。”结果不讲还好，一讲怎样被石头打得好像死了，但是还好没有死好，到16章我们看到他来到领受马其顿的声音我们牧师在帮助我们复习，就是说他们本来要去亚细亚讲道，然后要到美西亚，就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所以后来去年我们到特罗亚，其实在特罗亚就是他领受异象马其顿的呼声，然后就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有那个卖什么布的，紫色布的那吕迪亚信了主，然后后来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使女就
就跟着后面一直喊一直喊哦，他很烦，就把他身上的污鬼控制他的邪灵，把他赶走。赶走的话，结果怎样？应该很高兴啊，人得自由应该很高兴啊，对不对？但是反而带来了官司，所以保罗跟希拉就被关在这个牢里。但是他们被打得半死，还手铐脚镣就铐住，怎样？他们还半夜怎样在那边赞美？所以那一周的主题叫什么？爱什么？爱赞美，对不对？赞美就帮助我们脱离这些的困境。所以我们看监狱的门地基都摇动，门打开了，他们的这些的刑具都脱落了。那狱卒就怎样？想要自杀，这下完蛋了，因为犯人逃了，他要判死刑的哦。所以保罗说：“等一下，我们在这边哦，不要逃走哦。我们没有逃走，所以不要伤害自己。”后来这一个禁足还有他全家都受洗了。所以14章、16章、17章在帖撒罗尼迦也是一样，有一群人要抓他要害他，到耶稣的家哦，要抓他，结果抓不到。后来我们看到他来到了哥林多，又碰到这些事情，因为什么？这群犹太人又控告他了，然后到官府那边所以对一个传道人来讲，他面对一方面我要为了骨肉至亲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要付上代价很累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就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先生洗礼呀？那他现在在 ICU 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反应不然至少眼睛可以眨一下吧，或者是手指可以动我说真的不要等到这样的时候那我刚才在跟小会员讲今天晚上会怎样，因为 ICU 有这个加护病房有时间性的嘛，对吧？而且只限2个人可以进去。他希望可能在先生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但是希望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永恒的机会他1年多前跟他讲，他跟他回应，他先生跟他回应怎样？再看看，再等等再等等。弟兄姐妹，好像有时候为这些世上灵魂我们真的是很担忧，就好像保罗他为这些世上灵魂在担忧。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呼吁说，弟兄姐妹，若有神的感动，赶快抓住，不要等到不动的时候。有感动就行动，不要等到不能动的时候才要感动，明白吗？所以我有时候会明白说，当我们为了我们骨肉至亲在传福音的时候，那种态度，那种拒绝的，你心里可能会有一些的忧伤，丧失这样的一个心智但是我们透过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也有同样的，甚至在哥林多他面临了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高峰所以这个是第2个。第3个，他有内在的一些压力。你知道传道人其实要面对很多各式各样的，你要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可能在婚姻在经济上生不出来，牧师就不能怀孕，牧师帮忙祷告一下。那要生产的时候生不出来，牧师帮忙祷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牧师要熬生然后生了出来。有一次长老他的女儿打给他刚好我们出去旅游在古关的时候说，牧师，他就跟我讲，牧师，我的女儿她正在生产，结果那个胎儿是脐带绕颈很危急所以就祷告。我说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那祷告半个小时完之后，又接到电话，说感谢主，生了。你知道有时候传道人面对这些的压力真的是有的。那怎么样去做抒压的动作？这个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跟上帝聊聊因为我们不是全能，我们是人那有限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支取无限的上帝他的大
我们来看保罗可能在他的过程当中会造成压力的原因，他担心这一群黏着不放的可能走到哪里就阻止到哪里，这样的逼迫可能会使他这样的福音的工作会中断。另外，他也担心说，他到一个地方，可能一下而已可能1天2天，他没有办法长久。你知道，没有办法有系统的这样的教导的话，那信徒在信仰上的根基就不会稳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感谢主因为上帝的帮助，让他可以待哥林多1年半。那我们看之前，无论是在以哥念在路斯德，然后在腓立比，他待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可能内在有一些的急迫跟担心另外就是说，有时候当你碰到一些困难内耗，特别是你要传福音在内部又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拦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心灰意冷，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中断他继续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来念下面那个嘛，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这表示他在哥林多写书信给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也有在这样的一个软弱惧怕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好，这个是造成他的压力。另外外在的环境就是这个新官上任不知道怎样，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抓住说，好了，这个新官上任我们就来控告他让他扰乱这个社会的秩序。有几点的控告就是说，保罗没有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来敬畏神他亵渎了犹太教这样的一个律法，让外邦人随时可以受洗，然后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这一点其实在提醒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在犹太人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外邦人如果今天保罗没有坚持，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坐在这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控告他，还有就是说他没有按照罗马的律法来敬拜，还有就是可能他宣传这个新兴的宗教，这个是罗马律法禁止的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会控告成功，你知道吗那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一个控告带来给保罗有很大的这样的压力。第三那这样的一个他没有拜罗马律法的神明就是这个新兴宗教可以用这一点来制定他的罪这是当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觉得可以控告成功，把保罗再次的下到监牢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他面对有这些的困境。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可能在经济上，你的信仰跟经济你的服事跟经济会有一些的考量那面对这些的困境，怎么样去面对？那我们也看到保罗不管我就怎样豁出去了，不是那个钱财那个货我就不管3、7、21但是我们看在哥林多的传福音怎样，比在雅典的效果还好虽然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也更高，但是我们看到当他愿意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很紧急，但是我来供应。透过谁供应？我们看到雅基拉跟百基拉跟雅基拉他们夫妇就接待，然后一同做工，然后再住在他们家里面，一同来怎样这个赚钱，然后一同来传福音。其实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很赞赏这一对夫妇，所以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可能有这些生命受到威胁，但是呢他们依然能够服侍，然后供应另外还有其他人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所以信了主。另外还有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后来到了提多犹斯都的家里面，他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又接近会堂，那保罗就跟这些人翻脸了，对，好，我从此之后我要往外邦去了我跟你们犹太人传
福音你们都不接受，还抗拒。好，现在我要往外邦地方去了。好，另外帖撒罗尼迦这些的会友，他们后来看见了保罗他一方面要传福音，一方面要工作，就后来就怎样，就奉献，然后支持他的宣教的事工。所以后来保罗就不用为了生计在烦恼在劳力。好，这边我们看到哥林多也好，或是这些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他们都奉献金钱，然后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全力的为福音来摆上。第二个，我们看到他面对了这些犹太人的攻击，怎样？有主帮助他，然后帮助他出击。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所以保罗就跟他们翻脸了，然后就说，郑重的告诉他们不是我没有传给你们。他抖这个衣裳是表示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断绝关系这样的一个方式了那他用这样的方式说：好，我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以后受审判，罪是归你们，不在我们。那如果我们的亲人他还没有信主，你没有将福音传给他，这个罪要归给谁归给谁？归给我们，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但如果你告诉他了，他不接受，以后他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明白所以我们如果不传，保罗才说，我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是在讲这个在提醒我们。好，那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犹士都，所以保罗有机会跟这些可能隔壁的管会堂的聊啦、接触啦，然后跟这些外邦人有接触，所以我们看到连管会堂的洗礼了，全家洗礼了。还有很多这些哥林多的人听了受洗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灵来帮助他，让他重新站立，受到攻击，受到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但是主来帮助他，接济他。所以在异象当中，我们看到主的异象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你只管讲，你不要嘴巴闭起来因为我保护你不会伤害你。所以借着异象提醒什么？不要害怕，这里讲，只管讲，我有与你同在，所以我会保护你。所以很多宣教师他们到这些的不是，就是拒绝排斥这样信仰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或者是穆斯林的国家其实都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也是保护他们在异象当中提醒。有一次，其实我有机会去到中国的内地那边那也是非常的紧张。那跟我们去的一位传道，他就跟我们分享，过去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会有公安要来抓的时候，突然圣灵就叫他赶快起来天快亮了，赶快起来，然后赶快跑。当他们走没多久，要来抓他们的警察、公安就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圣灵也保护这些愿意努力传福音的。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神奇的一刀听过了，然后这个牧师他怎么样上帝给他智慧，然后脱离这样的一个牢狱之灾好，第二个提醒说，你不孤单，在这个城里面还有我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百姓子民，所以你不孤单，你继续住，继续教继续把道讲得更明白。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有主的鼓励，有他的保护，有他的圣灵同在，所以保罗可以在哥林多待多久？1年6个月，1年半，所以够长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面对他们的信仰，栽培他们，把道理传得更明白、更清楚，所以他们信仰就扎根了好，这是第三个，我们看到他面对了整个内在、外在这样的压力，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攻击，
主说我与你同在。所以当你要做服事的时候，不用害怕，主与你同在。牧师到现在大概进入26年，快进入了27年，主都与我同在，在这样服事的工作上面，不管是在祷告、服事、医病赶鬼等等，所以神自己来做，不是我们做，或者是在做一些的服事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靠上帝的恩典，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嘉南，我们看到我们的会友更多，对不对？我们成人会员现在在籍的，就至少他1年来过1次了，多少人？知道吗？700多人，已经700多人。这大概2、3年，3年多，我们有100多人以上的受洗。感谢主，因为神的恩典，好像保罗说：“我显在我这软弱人的身上。”上帝的恩典显在我这软弱人的身上，并且他差派更多的这些的同工资源。所以在过去26年的牧养，从开拓教会20几个人那种经历，我也曾经做过传道，我有主任牧师，现在神给我有要这样管理教会，管理这些的职员等等，都需要智慧，你知道吗？管理整个教会，现在我们又要够旁边的新堂等等这些，我们都一直在看到神的恩典，神帮助我们一直排除有这一些的困境障碍，神就出手。所以面对新官上任可能会有危机，但是因为主说我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害怕。所以当迦流担任这个总督，方伯就是总督，大概在保罗进入哥林多这个时候，大概在主后的51年到52年，那他被赞赏是一个很公正的。那他哥哥是一个哲学家，有可能就是之前保罗跟这些的斯多亚学派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有接触过，所以相信因为这一些的关系，还有他的兄弟赞赏他说，这个人是很有慈善的，很公正公义的。好，那透过这样，我们看保罗他要回应要辩解的时候，你看上帝就使这个迦流这个总督说什么？如果你们的事是冤枉的，或者是犯罪的，我会办。但是这个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啊，只是你们在言辞上、名目上，你们自己解决，最后把他们怎样赶走。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当众教会为这些传道人的祷告，我相信有很多人在为保罗祷告神就帮助他，然后脱离这些的官司。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来看，如果我们面对了这一些的困境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你在传福音，你在参与服事，会有一些的困境，这个不奇怪。如果没有困境才奇怪。为什么我这样讲？如果你所做的服事都没有影响力，那魔鬼撒旦不会怎样动你，明白吗？因为你做的这些传福音的工作是有影响力的，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他所控制的这一些的百姓。所以当你传福音，就是在摇动他的什么营垒啊？你要从他的地盘把人抢出来，他会不会拦阻？当然会。所以我们应该高兴。如果你做这样传福音的事情，会有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不要忧心丧志，而是反而要高兴说：感谢神，因为你交托给我，我做的有什么影响力，在撼动这个临界的或者是黑暗权势的这样一个地基。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你可以看见，透过保罗他的宣教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主的同在。不管他是在什么样的传难、什么样的困难当中，他都看见什么？主与他同在。从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他之后，你看他一直，还有今天我们看到主从异象当中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害怕。其实这个也是神对我讲，你不要害怕，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透过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神的恩典，一起站立哈，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回应神的这样的话语啊！你不要怕，当我与你同在，你只要开口，你只要寻求，我就与你同在。可能你在跟亲人传福音，碰到一些困境拒绝，不要害怕，主会对你说：“我与你同在，我的能力显在软弱的人的身上，叫你靠着我加给的力量，凡事都能。”我们用这首诗歌，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祈求，就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哦。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神来帮助我们，接连保守圣灵所赐和为的心，接连保守所心所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君尊的祭司，站在上帝跟人的当中，成为施恩的管道。我们知道有时候管道会阻塞，会遇到一些的困境，会遇到一些的阻碍，但神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保护看顾我们。你给保罗有足够的力量，在他内忧外患，他面临这一些的压迫，你依然保护看顾他，让他能够靠主得胜，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服侍主的时候，主你也相信在我们的经济上，在我们的外在
的困境跟内在的压力，你可以给我们足够的智慧，面对、胜过、帮助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真的是忠心在你的托付里面，也帮助我们不断去经历，你是那赏赐万物、能够供应足够有余的神。愿主耶稣基督得胜仇敌、胜过死亡权势的大能充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让神的爱充满，成为盾牌，护卫着你们。有圣灵的感动，不惧怕，只管传讲，只管分享神的道，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终于的日头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中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昔在今在永在的君，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我们礼拜到这边哦，愿上帝来赐